台南会展中心，是我们国贸局在我们台南投资的一个重大工程，经费大概有20亿。那其中最主要的展览馆，大概有3200平，它可以容纳我们这个标准的这个展示馆呢、展示场呢，大概有600个摊位，那也可以做一些活动的使用。那一共可以容纳大概有这个6000人，5000人到6000人。那除了这个展示空间以外呢，那我们这边也有这个开会的这个场所，设计的时候也有一些特色，它也重视我们台南的文化，所以它的外墙呢是红砖色的，因为我们的古迹很多都是红砖。那这个展馆的这个主梁呢，它的一个因为没有柱子，所以它是钢构，而且呢，它也注意到我们台南就是靠海边，那所以我们有昆生这种意象，所以它的这个主梁是鱼骨的这个意象。有一座全台湾最先进，那也是设备最好的一个会展中心，就在归仁。那归仁这里，在过去这几年来，那从中央到地方，都投入相当多的经费，来营造我们所谓的智慧绿能科学城这样子的一个愿景跟计划。那同时呢，最近我们的3井outlet一样坐落在归仁的高铁特定区这里，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归仁人在地的这些乡亲相当的有感，而且我们的就业机会也增加了可以说是对归仁在地的经济发展帮忙相当的多，也相当的大。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会展中心看起来就是一个现代的建筑，可是它具有很高的艺术的成分。然后它屋顶又是太阳能，又有这个绿能的绿色的建筑的这个意涵，所以是兼容把这个科技跟文化跟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建筑物。就像我们台南市是一个文化古都，可是也是一个科技新都，它也建构了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一个意涵。那归仁沙仑这个地方是智慧绿能科技城，所以说它所绽放出来，它展现的这个气象不仅是交通便利，而且是科技上的许许多多的新的意涵，又有绿能的意义又是未来的5G、AIoT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据点。因此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大台南会展中心，也期待透过这样的公共艺术的揭幕，能够让更多人喜欢上我们大台南会展中心。了是阮嘅欢收看3月23日中嘉台南第一新闻。民进党伫3月2日提名现任市长黄伟哲争取连任以后，国民党有不分区立委陈以信甲嘉龙界表态要参选。经过多次协调，国民党中常会下晡宣布提名议员嘉龙界代表国民党来参选。继续来关心台南市会这届临时会消息，上午进行的是建设公务局委员会议案审查，总共10个提案，多数拢是照案通过，还是送市府建议。议会临时会上午进行各委员会会议的审查，建设委员会2案，包括0206善款议员提案，用伫安平离奇国体海沙屋赔偿，因为时机敏感。今仔日透早，佮发生地震，加上议会明仔载就要进行0206善款的使用专案报告，因此主席蔡司明仔载大会做伙讨论。至于另外一案，外籍劳工容易群聚加喧哗，敬请劳工局查核加控刀，因为议员有无同的意见，因此主席蔡司送市府来建议。是因为外界始终对于外籍移工朋友在台湾的各种处遇会有一种
不知道是有色眼镜还是少。比如说，本会过去在讨论有关于电动自行车这件事情的时候，会特别挑起。而实际上，我们从数字上看起来，并没有很明确的有这样数字。所以我之所以联署是希望说，好，那台市政府就来查这种所谓的群聚宣传是不是就是外籍移工，还是本籍移工？我们不应该歧视外籍的移工啊！如果真的不是他们的话，就要还他们清白。不过确实有民众跟我反映说，他外籍移工确实不只是喧嚣，而且是喝酒，然后很多民众就会害怕，经过会不会受波及？不要说受攻击啊，会不会受波及？就是我们劳工局这边有在记录说，只要是有接到1999，或者是说有民代去澄清说，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接到很多民众来澄清说他们那边都会很吵，而且每天超过10点都非常的大声，而且甚至都会打电话去报警，那警察过去处理，也只是劝导而已。那当然这个是我不想你们这边有没有在纳入这个就是通盘检讨说。这样的案件大概有多少？劳工局是负责他移工来在我们辖区里面的生活辅导关怀的部分，那相关的法则我这边也没有所以现在你看讲，我是该拄到你该辅导该劝导说，以后咱的民俗咱的生活水准是这样的。我现在劳工局的能够尽量只是做劝导辅导的部分，因为没有法则，那我不是我的前责。另外，伫个保安委员会部分，5件提案拢是甲交通有关系，其中伫个交通路口倒挖的号志指示，议员建议市府应该进行清查，并且规划统一的车辆倒挖的定号。过去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说希望是不是用电脑把它单一化嘛？OK， 所以统一。可是当时我记得交通局长告诉我，因为花费太大，没钱，所以没有办法全面把它变成一个号志的单一化。那我想请教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提案，你们目前的想法如何？市区里面有一些道路确实受路虎的限制，我可能单向只有1车道，再加一个机慢优先道，所以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再新增一条左转专用车道所以第一个是没有办法全部的左转都是用保护实项专用实项来处理，所以就会有第二种情形，为了要疏解转弯车不要因为一台转弯车挡到了后面所有的直行车辆，我们就会利用号志的时差的方式来处理。那这个方式当然早开跟迟闭会有刚刚议座提到的，大家会无所适从，所以我们尽量目前我是请同仁以早开为原则非不得已才用迟闭。因为台南市市区一寡道路原本就较矮，目前只用以红青灯的早开或者是迟闭来提供倒挖。至于路况有够将正式左转的车道，局长嘛表示，因为牵涉安全岛的退缩经费较大，未来会甲工务局来合办。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停办2档的台湾国际蓝电3月26到4月5号将再处伫后壁区的南汇生物科技园区登场。今年包括主题馆有7大展区，目前所有布置拢已经完成。上港市府特别开记者会来宣传，邀请大家小酒来看展览。距离台湾国际蓝电开展只剩3天，各种工作都已经准备好势。为了邀请大家做伙来台南后壁欣赏世界级蓝会水，市府团队结合农粮署、外贸协会，先伫主题馆举办记者会，见证台南 No.1 的蓝会实力。3、2、1。好，看到了我们的市长还有我们的贵宾呢，共同的来进行，也代表了宣告我们的2022台湾国际蓝展3月26号正式开展。大家可以看得到，在我背后，在我环场这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兰花，美不胜收。那我们知道，台湾国际蓝展已经睽违2年了，所以我们把2年所累积蓄积的整个的资源跟我们的展览的经验，都汇聚在2022年。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仅是奇幻的主题，不仅是鲜艳的兰花，不仅是科技的结晶，还有农民辛勤的成果，通通展现在你前面。所以欢迎3月26日到4月5日，欢迎来台南，欢迎来后壁。
天板两党今年再次登场的台湾国际蓝展以奇幻世界作为主题，其中郭信良嘛到场推荐场馆的设计甲多样化的蓝绘品种，拢互人全新的感受。比如它的一些的造景呢，有配合时代现在的趋势和流行，范围比较广啊。比如说一些道教的传统的造型啦，一些奇特的包括现在科技的一个造型。都有列入在这里面，这个蛮有看头的啦。支为票价，所以欢迎所有来自全国所有乡亲，甚至国内呢，让他们有所经验，来到台南货币，共同来今年1年1度的兰花展。每一档的蓝展拢强调创新创意，今年文化局嘛打造了未来概念馆，将蓝绘产业用于智慧科技。同时点出所谓蓝绘品种，甲大家做伙来想象蓝绘未来。那它主要的发想点就是说，从传统产业进驻到这个数位科技，它们之间的连接。所以在展场的现场的话呢，它会借由一个先用简易的在恒温恒湿控制的环境的一个简易的说明里面来跟大家呈现说，现在其实传统南业已经到了智慧科技的这一个部分。然后在另外一个展区里面呢，我们会用了这个发行36朵的 NFT 的数位兰花的模式来跟大家说，其实每一年台湾兰花它在国际上的盛名，是因为它很多新的品种的出现。那策展人就取这样的理念，好用色彩配种的逻辑发展这36朵的数位兰花，那也在发行在这个平台上面。蓝展将伫3月26到4月5号开展，需要购票入场。对今日到3月25，先买犹太票是200块，展览期间全票则是200块。欢迎大家把机会进入蓝绘世界，嘛用行动支持台湾农业。台南新闻军职何强邦采访报道。随着初选民调的脚步愈来愈近，议员参选人林建南特别邀请戏说台湾的演员来到竞选总部，甲民众耍游戏博感情，嘛借出所该服务处人员的压力。19日，伫台南市议员参选人林建南服务处有一场温馨的庆祝活动，现场规划多项趣味的闯关游戏，就是希望会当互来参加的朋友有一场温馨快乐庆祝时光。伫现场，阁会当看到戏说台湾的演员中天嘛伫遮甲民众互动。今天的活动好不好玩？礼物领的够不够多？今天特别邀请我们在3立戏说台湾扮演这个包青天的艺人中天，来跟我们做一个全明星的一个游戏对抗战。然后我们的立法委员，我们的林楚英，台湾好声音，我们新的立法院的新战神。他今天陪同建南扫街晚之后，那也一起来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亲子游戏。那今天很高兴，我们很多我们的好朋友，那我们的家庭扶老携幼一同来参加今天的这个亲子游戏。那希望建南能够再次的邀请我们的4名好朋友，我们一同打造幸福台南。林建南甲演员中天也甲现场民众同乐，你特别篮下为林建南徛台扫街立委林楚英。也暂时放下专业一面，量力其中，甲民众互动，场面温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先客问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春节武圣大典22号伫台湾树店武庙举行，由市长吴伟霆担任正宪官主持，率领各界来进行，全程依照鼓励，典礼是庄严隆重。台湾树店武庙创建伫咧明朝永历年间，主事关圣帝君，伫清朝雍正5冬，西元1727年，奉旨列为树店武庙。伫每当9月30举办秋祭大典，伊咧由现任的市长孙国礼主持祭祀。伫旧年复办春节大典，今年依照往例办理，目的伫咧表彰关圣帝君的忠孝节义精神，并期待后代子孙会当延续对着关圣帝君的尊重传统。从去年开始有春秋2季的一个祭典，那一样借由孔庙以诚书院的乐声以及
我们学校的医生的协助，那在武圣的祭典上，一样有这些的雅乐以及义武的表演。那同时武庙的祭典里面，它还有一个马使厅，所以在跟孔庙的祭典上，其实形式上还是有一点不同。那文庙跟武庙是台南市2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信仰，以及在所谓的文教的一个教化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至今都还流传的这样子的一个祭典。祭典礼乐声由台南文庙以及成书院艺声担任，6义务由丽林国小46位学童演出，艺声伫学校老师甲庙方的引领，形影成礼，表达对着武圣的敬意。典礼结束后，市长黄伟哲嘛颁发艺声证，予参与演出的学童。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为了让消费者会当直接甲菜农互动，23号林德农会特别举办小农市集，会中主打有机无毒的在地蔬菜水果，嘛希望透过产地直销，帮助小农无受到生理人的控制。23号上午，伫咧林德区农会信用大楼的广场，由农会来举办在地小农的市集。活动现场虽然有落一寡小雨，不过嘛是无减社区妈妈应用热情的舞蹈来为活动扭开序幕。是我们仁德区农会110年度农村幸福计划示范的第1场。那我们的主题就是火力健康在地小农市集，这是阮陈总干事伊想讲咱在地一寡农民朋友咧，因为我们台湾都是一些小农，所有的产量无介济，无介济咧，变做讲有当时要卖也无遐尼好卖，所以推动这个小农市集咧，想讲是不是为咱在地这农民大家会当去找出一个新的经营的方式。农会举办安尼活动，希望会当提供予消费者、佮有生产者会当有一个互动、佮有交流的平台。会当透过直接的对接，消费者会当更清楚的了解在地无毒的新鲜蔬菜水果。讲这个计划如果得到大家的回响，欢迎如果真好的话，是不是会当变成一个常态性的？就是讲一礼拜选择一天，伫咱农会这个广场，咱在地这小农家己所生产的这有机，对咱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这有机的产品呢。农产品会当摕来伫遮来做一个展示。这摆活动除了会当帮助到菜农会当无受到中盘的影响，掌握家己的通路，除了会当增加收入，嘛会当带动仁德农村的生机。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协助厂商增财、民众就业，劳工局不止开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更有真侪场伫各区所办理的单一加小型的征才。而今年第1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3月2日特别伫盛华登场。请启动！哇，我们就业列车已充满电，在3月26日下午9点开向彰化区多功能的职缺。祝福求职者就业成功，顺利找到理想工作。支付劳工局特别设计这台就业列车，透过所有贵宾的充电器来充饱电，向前3月2日，就将开向盛华文康娱乐中心，举办今年第1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根据了解，今年汇集人口厂商的求职需求，总共提供7077个工作机会，其中61间厂商借出4300外职缺，拢是超过3万块以上。希望为厂商找人才，为市民找头路。台南市的失业率，在6都里面是最低的。那台南市的劳动参与率在6都里面是排第2的。这些都是有赖劳资双方还有政府机关大家一起努力。在劳工方面，我们很感谢许多的市民朋友们，当他们要职场做转型的时候，都会想到利用政府的这个服务功能，包括劳动部还有包括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我们都有许多的就业
辅导中心所以说来就业辅导中心或参加我们的就业博览会，就能够这个让大家找到可能最喜欢的这个工作，也让企业这个不管是伯乐，不管是千里马中间都能当起最好的桥梁。根据了解，淡市伫110年失业率是3.98%，不止比全台失业率较低，竟连续3档拢是6度上低。会中市长嘛予以感谢南科管理局、生化公所以及这精材厂商等各界来协助办理这摆就业博览会，并且鼓励求职的民众做伙来台南吃头路，安居乐业。台南新闻管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为一档至少开办65个职业训练课程的劳动部分嘉南分署，其中有女性学员选择冷气空调，在短短半档的积分以后，已经考出3张的证照，除了要展开新的职业，嘛打算要甲红赛共同创业，迎接美好人生。占地14公顷的劳动部分嘉南分署设有电机、电子、硬件加机械电视的场馆，参照一间学校同款。这3档来培训超过2600名学员，结婚以后的就业率将近90%。不止协助民众进入劳动市场，嘛实际弥补企业人才缺口。其中对完全无经验投入冷冻空调的陈雨桐，虽然是女性，拄着要搬档有较吃力，不过靠着一份热情甲兴趣，才经过搬档的积分，已经摕下3张证照，其中也阁有1张一级的技术，目前已经会当实际到民众厝内保养维修，相当无简单。做这一行其实是蛮辛苦的，但我觉得这都是还是得自己要有兴趣。还是自己要有兴趣才能从事这一行。那我是刚好从事到这一行之后，我觉得学习到蛮多的技能，那我也觉得也挺感兴趣的，所以我才从事，也乐在其中啦。对。它有前景吗？还蛮有前景的，而且其实，在冷冻空调界这一行里面，其实可以学到更多不一样的，不一定说只是装冷气这样子而已。那你也可以学到很多原理上或学务上的知识。活动的时间对无到演有3张证照，嘛互雨桐相当感谢分署的资源，可以跳脱性别的束缚，成为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伊已经申请公司牌，要家己创业，迎接新的职业。这里还蛮多资源可以运用的。其实这里的资源就是，比如说这里的学习工具、机具都可以让您使用。对，师资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都是还蛮专业的。对，像我们的老师陈宏毅老师，他在教导上都是蛮用心的。对。雨桐的好表现，除了要让其他找头路民众有机会成为同款性学习一技之长，其实伊红赛嘛已经打算要来学，为翁仔某共同创业的梦想来持续努力。台南新闻管及何乔芳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23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